家己关田古迹玫瑰堂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主持。10月17开始，连续3天的暗时是会邀请南管演奏家王心心伫个玫瑰堂的埕岛来举办户外演奏，希望民众会当对这座活100年的古迹有新的感受。伫玫瑰堂的埕岛，大家拢真认真欣赏舞台顶的南管演奏。17暗时，家己关田古迹玫瑰堂邀请知名的南管演奏家王先生来演出，互大家暗时啊伫户外来欣赏南管的艺术音乐。以前我倒来南部咧上班的时阵哦，我若要看一个较有水准的，我就爱走去台中、台北。可是想不到说新港也可以有这么好的那个表演，就觉得感觉讲真幸福。我会记得较早我伫册内底看到讲，南管就是真侪是伫厝内底演奏的，然后今仔日看到就是讲，伫林怀民老师因老家内底演出的时阵，就有迄个临场感。已经有将近100档历史的玫瑰堂，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主厝，自开幕到今，已经有超过10万人来过。林怀民表示，古厝配合南管的音乐，让古迹的活法有新的表现方式。王心心老师唱，我去听足地场的，感觉伊会唱的，迄个放松的感觉，整个感情那种投入，我感觉之前是没有看过的。在这个地方，我感觉特别轻松，特别想到我以前小时候，其实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场合，然后借着月光，在大树下，在这种屋檐底下唱，就是回到从前的时候。玫瑰堂表示，这次暗时啊南管演奏连续3天，10月暗时嘛会伫网络顶面直播，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互民众认捌南管这项传统音乐艺术。嘛会当互新港在地乡亲对这个近100年的古迹有新的感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